水龙烟小心来。奇怪，陈永信久历江湖，看出了破绽，已断断了加强思路。向心欲杀，听高音，走哪里去？这个时阵，王伯东对付着右准达路。右准达听高音，两人已经踏到铁板路。因两人相对回温之在，所以下山前进。陈永信甲王伯东打地滑流水。看我这波罗班破茶。陈永信手举长臂做样术，自将听高金冒得头青目镜，暴跳气喘。这个时阵，又在看情势不妙，多就当林之去了。无敌的小贼胆敢真劲，明明是小鬼来还阎罗，将他打得落花流水，安尼好，安全过关咯。哎，老田，怎么看不见老田呢？正经就是唔正经，都甲你讲，迄波袂用你啊！哈，迄个老套啦，什么加强师啦，一声哦，叫迄个细线的红水球看破，因为一声叫推干了为骨金翅带。你哪会讲互我啊？一个失败哦，责任拢互我担笑。我甲你讲，迄个加强师莫用别波，你就讲哈，顶届用这波都真顺势哈，好要用这波咯。呀！你叫我讲教你的64步法啦，34步法啦，我直直甲你教啦，根本你都无咧练啊！啊，去用猫干呢哦，规个身躯拖。你咧教我拢夭寿步啦，什么都老板破柴啦，啊，什么都仙人压顶啦，根本啊，迄个拢后步，所以今仔日唔只造成失败啊！我都不会做出款高动，你就偏偏甲咩怪下山真劲，唔只叫用猫，拢总嘛是你。哈，要若假使得着的时阵，哈，你就爱甲感谢了，哈，你要分大分对唔对？你要别见啦，你这款人我袂斗阵的，你贼性难改啦。听高金啊，啊你是台湾忘恩负义的，你若无我吼，你规世人都无做咧。可是你向关出来的时阵尔，你要穿一件衫，啊，你要对穿啦。
你娘我几个？你呢？你来寄18块，你互我娘，你就甲要斗2块斗无成呢？嘿嘿，妈妈伫咧讲，互相闹气。求进步。哎呦喂呀！啊，莫哀啦，莫哀啦，兵家胜败之常啦，啊对毋对？较勇敢咧，较勇敢咧，啊，也顶笑面较乐观咧，这就是一摆经验。失败那是成功之标。哈，对对对，啊来，笑笑，对，较轻松咧。一个姑娘长头鬃，武公公搁咧溜公公。好啊，莫溜啦。17十八唱大人，搁咧武公公，咧溜公公。莫溜啦，你啦真艰苦啦。要嘛着加减溜。真足部史代内擂台之赛，双人交手所合，未分关键。站擂台的张光健主持着真足部，擂台口的观众看你目瞪口呆。史代内高粱出来失手之后，特别使出5虎扑羊。金龙小象面前，水转大红不三。安尼吼，迄个中领军就是真强个啦，真强个啦，哈，叫拍到你擂台卡落来啦，哈，赞啊！各位肃静，我真强非为了夺取中领军之职，乃是特别使这个擂台主史英雄认识天下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谦虚为本之意啊！哎，君主，各位肃静，这位真强是人人君子，把这个中领军之职。完完得要让回史代内啦！100天的擂台赛到今仔日已经完满结束咯。真英雄啊，请到陛下，我有话特别甲你商量。多谢将军，但是改车不能容许啊。哦，改车在哪里？在擂台下。我甲驾车相谈就是。前日先锋信来访，又在咧提起真英雄为人慷慨、所在忠义，今误杀贪心者是犯罪，到燕山要来充军，又恐惊不能脱避着元帅一摆杀威quyền这层问题啊！将军啊，这个真爷做人真赞呢，人称小明祥，做人真慷慨，我尽忠爱国，一摆杀威quyền叫抛落去，真爷必死无疑咧。就是为这个代志在咧担心咯，咱大家来想看有啥物好办法吧？对啦，真爷迄个面色看起来黄皮皮，敢若袂输破病真重安尼。呀，咱元帅啊，伊就是上惊这个罗文病啦，假使若是犯着罗文病人，安尼咱元帅就袂甲拍一摆杀威quyền哩咧，而且伊就是会甲。叫去迄个医务室去休养，免出操力咧。妙计，将军，这种对我来讲是骗元帅、骗自己，真可体啊！若无安尼做，一摆个杀雷棍拍落去，恐惊你性命之忧，你必是装病嘛？果然如此。是啊，真爷，到这内面上歹势啦，入去记者，赶紧去找门死板，也赶紧装病，甲赶入军场就是。多谢啦。张光健叩见大元帅，去下元帅。100天宣布中领军如何呢？回元帅，宣召这位史代内。史代内。明天起，你任职中领军之职，下元帅提拔。李公旦叩见大元帅，去下元帅。禀元帅，
泸州府2名驾车，一个配军姓真名强到位，可是伊犯了误运病真重，带进来，啊，进来哦！军犯身染重病，不能全力，元帅恕罪哦。太我关来。罗文斌患得不轻了哈，将他送入军医室医治。遵命，遵命。众将士听下，严守边界，以防杀盗贩奴之侵犯。真强的高庙真是。夜望真强落魄来到燕山，所以含泪悲伤。好事落成，头三要甲伊母亲请安乐。业主参见母亲，生日免礼。母亲，为什么悲伤掉泪呢？生日有所不知，为娘昨夜梦见你阿舅的囝儿来到咱燕山。母亲，我的表兄住在山东济南，路头遐尼远，哪有可能来到河北呢？母亲，这就是你看心过头，所以才会迷茫啊。也许是看心过头。生日，你敢知恁阿舅被寇山王杨林杀害吗？啊，你阿舅被杀害迄一年，你的表兄拄啊5岁，过1年了后。为娘才甲你阿爹成婚，所以才离开着因母子，真可怜。孤孙分离已经18年了。母亲，我的表兄叫什么名呢？伊叫做真强，二名叔宝，另一名叫做太平龙啊。哈？真强？真不可思议的巧合啊！哈？生日，你咧讲什么？娘，昨日泸州一个军官，名叫真强。哦，可是天下有同名同姓人啊。生日啊，你赶紧见你阿爹，你甲讲为娘你要看这个真强是毋是表亲迄个真强啦？好，孩儿马上去。也毋过离开18年，母亲你敢会认得真强呢？虽然离开18年，伊的形容、伊的轮廓，我也记得清清楚楚。但伊的耳后有一粒朱砂痣，我会认你啊。好，我马上见我的爹亲就是啊。罗毅佮罗成带真强来到后堂，罗人伊在了得念之后，静静地咧观看真强的形态。孤孙离开18年，罗人一见真强，留下着亲情之泪，叫出着伊的灵名。太平龙啊！这时阵的真强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太平龙啊，国庙！太平龙，国庙！啊，真强有礼，起来，起来呀！孤孙离开18年，你还会记得我的声音吗？国庙，你一样真疼惜我，所以你的声音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当初虽然年幼，我还会记得。国庙，你真康健，我真欢喜。是啦，你的母亲呢？我的母亲也真健康啊。啊，对啦，这是你的姑丈，参见姑丈。免礼，免礼。这就是你的表弟罗成。表弟，表哥，表弟你真英俊，表哥你也真潇洒。哈哈哈哈哈！昨昏患了牛瘟病真强，今日见了高庙病虽是好，真是亲情胜名医啦哈！姑丈我好啦好啦，孤孙相见是喜事，但是可惜我不能甲军犯共餐啊。
太平龙，你为何犯罪呢？用力过猛，误杀了吴公。相公，你赶紧想办法假释太平龙之罪吧。夫人啊，你唔通心急啊！哈，王子犯法，以死面同，军犯无功是不能假释。唉，好，少妇，你能操演18般兵器吗？姑丈，我能操演18般兵器之外，我的拿手就是真假眼，但是我的双眼放在泸州。了哥，我嘛是对金钟眼呢，我的眼借你用吧。好，多谢表弟。我3天后一定在练兵场操演武艺。如果你的武艺精纯，能在将之上架，我就派你为军中武术教练。多谢姑丈的爱顾。哎呀，苍天有眼，心中有灵啊！绝技，真是真假绝技啦！哈，小文，元帅你占有咯，迄种的眼法太劣绝啦！哈，绝技，绝技，真强！你还阁有啥物优秀的武艺？唔通表现这个绝技，爱表演绝技啊！元帅，小人能射空中飞禽吗？哦。空中飞禽能射中嘛？无错。军政官在，肃纳将士来，准兵。真强一箭在弦，仰望空中，发现了空中一只老鹰夹着一只山鸡，正在要食的时阵，真强瞄准发射咯！一箭贯穿山鸡同鹰的腹股，众人大喝彩咯！神火基基，神火基基了！一箭上吊，比成三国时代赵子龙了！哈哈哈哈！交去！元帅，我得要甲这个军犯一决胜负。我亏。你是先帝钦点先锋官，为何如此笃贤呢？不是笃贤了，小小一名军犯来这所在大将给占领，真是令人可笑。难道咱的军中拢无令人心？我得要甲杀烟灭角。哦，彼道强有思想，死无赔命，有奖赏。如果我若是被拍败者，愿将这先锋印交予这真强。我真强若是互你拍败者。愿做你的马童啊！安尼好，入军营中来。是。将军拜候。目睭标进来，抢！呀，死！我开手拿大砍刀，特别砍杀真强。真强用双眼给记住，我开退4、5步，好到2、3分。两人交锋经过7月，我开不堪视辱，平日特别砍杀真强咯。真强也特别输出绝佳眼法。真佳眼打中天灵，我开倒地不起。真
命乌虎爱在了。当着我国之地我俩的不服，官还怕死先锋官，众将士还呐还呐！我俩大胆，众将士听着，这个燕山路嘅让军官怕死先帝钦点的先锋官，无解重罚，这个明明有事变，有事变呐！我俩你真大胆，因两人在比赛前入了军营中，你敢干反？反陈我俩，你甲我罗成一决雌雄嘛？罗成小姐，我唔插你啦！这个时阵的我俩行罗成，所以跳在马上已经多出兵官咯。蒋将官，华速观察我俩。三个外围咯，三个外围咯。泸州张后里面甲警察相比足够，做什么官，当什么职啊？让甲警察逍遥法外。启禀千岁，山东一个真强武艺超群，为人慷慨，结识各地好汉真多。望千岁下书到燕山，就这个真强来助促甲警察啦。替我下书来啊！叔父，果长靠山龙杨林来信，特别请你到定州去帮助出察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你非去不可啊！果长，我的母亲生日将近，想回山东济南向母亲拜寿啊。定州离山东济南不远，你回家比较方便。你赶紧到后堂识别你的姑庙启停吧，顺便啊。真强拜别着伊姑庙，伊当罗成真强两兄弟情深，在五里亭一一笑变。表弟，你必须心防我俩来犯，为弟孝弟。这次兄弟一别，未知何时何日兄弟再来相逢呢？人生何地不相逢呢？暂别咯，皇上，暂别咯。听到今仔，疲劳新阳神打败之后，伊认真伫咧研究64步法。听到今仔讲练步头练到当咧困去，拍咧医疗咧，练了伤忝的款。听到今仔汉民把这医疗当作马骑，现在跑下山去咯。这来雄心的该死！哎呦，老听老这步呀，哎呀，看过明白呀。该死！无军的职务，靠山龙杨林调见金叔父。这个时阵，真强初见杀回仇人，靠山龙杨林发出唔敢。收家小气，到底构成什么局面呢？这来雄心，你莫讲的做啥？单家好汉听到今仔，摕到一只医疗，妄想要对杀先雄神。好汉先雄神王必当要如何应付？听到今仔呢？好汉，这班好汉到底要搬什么好戏呢？请看续集《水动演义》。